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大家好，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我係 Michelle。今集我哋將會探討美國近日公布嘅經濟數據對於聯儲局利率政策嘅影響、紐元嘅走勢同埋中國科技股嘅長線投資機遇。美國4月嘅整體個人消費支出數據按年上升3.8%，較2月上升整整1個百分點。呢樣嘢主要受中東衝突同埋能源價格上漲所帶動，但係分析顯示，目前因為油價上升而引起嘅外溢效應有限，所以我哋認為聯儲局短期之內可能會保留政策彈性，即係喺維持利率不變嘅同時，隨時準備採取進一步嘅利率決策。我哋嘅基礎情景預測亦都維持不變。隨住中東衝突喺未來幾個禮拜內獲得解決，油價預計將會逐步回落。加上預期美國就業市場轉弱，我哋嘅基礎情景仍然係聯儲局將會喺2026年年底之前再減息一次。但係當然呢個預測嘅前提係霍爾木茲海峽將會喺未來幾個禮拜內重開。但係如果僵局維持到2026年嘅下半年，聯儲局可能會難以減息。另外喺紐西蘭央行最新嘅政策會議入邊，採取咗比較明顯嘅鷹派基調。雖然喺有意見分歧之下，仍然決定將官方嘅現金利率維持喺2.25厘，但係同時暗示有意喺年底之前再度加息2次，每次為25個基點。除咗政策信號之外，紐西蘭央行亦都專注於應對通脹風險，尤其是係因為油價上漲所帶動嘅風險。所以我哋繼續睇好紐元對美元，而目前嘅即時阻力位係0.6左右。股票方面，雖然中國監管機構打擊跨境交易，引發市場對於資金流動嘅憂慮，但係我哋認為呢樣嘢對於市場嘅影響相對比較輕微，並且繼續睇好中國股票，主要受惠於持續嘅政策支持，以及相對可以抵禦地緣政治同埋通脹壓力嘅能力。其中，我哋對於恒生科技指數嘅長期前景仍然保持樂觀。恒生科技指數納入新嘅人工智能同埋半導體相關嘅股票，亦都令到呢個指數有望可以喺人工智能基建嘅持續投資入邊受惠。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興趣，記得點讚同埋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